可持續航空燃料，簡稱 SAF， 係一種以可持續來源原料製成嘅航空燃料，目的係喺唔改變現有飛機同埋機場基礎設施嘅情況之下，降低航空業嘅碳排放。因為製造 SAF 嘅原料本身喺成長或者製程中已經吸收或者循環利用咗碳，所以整體嘅碳排放仍然可以比傳統嘅航空燃料減少高達80%。目前 SAF 嘅生產成本通常係傳統航空燃料嘅2至到5倍，甚至更高。原因包括原料收集同處理成本、製程技術亦都尚未完全規模化，以及綠電同綠氫嘅價格仍然係偏高。